咁夜翻嚟，你邊度嚟啊？我學校接阿 Mary 翻嚟啫嘛。啱啦啱啦，周小姐你翻到嚟啱，嚟大家飲杯。導演，咩喜慶事啊？咁賞面嚟我度坐啊？咧大班主話喎，係一套新戲啊，演出就非常成功，尤其是你啊，還觀眾一致好評。佢預算你做3日嘅咋，點知3日飛都賣晒，冚唪唥滿晒咗。所以大班主話請埋全體工作人員借你呢度地方嚟做臨時慶功大會啊！點知你咁夜翻嚟啊你？咁真係對唔住啊，咁多位。周小姐，呢次本團嘅演出得到絕大嘅成功，完全係周小姐嘅藝術得到觀眾嘅歡迎，所以我哋團體到府上向你致敬。多謝，太過獎啦！呢次我哋演出有咁嘅收穫，全靠係得到關先生同埋導演領導有方，同時我得到阿雄哥同埋各位指導我，至有咁嘅成績啫。今日咁高興，我應該敬大家一杯嘅。嚟，係啊！咩嚟啊？你睇你媽咪幾叻，將來你學翻佢咁叻都得㗎嚇！我教佢唱歌，我教佢跳舞啦。你識得唱歌跳舞嘅咩？話你知啊，我喺學校啊，歌舞冠軍㗎。係唔係啊？係嚇你。若果佢咁叻嘅，表演俾我哋睇下。表演咪表演，怕你啊？係咯喎，嗱，我介紹俾佢哋相識啊！各位，我介紹你相識周小姐嘅千金黃咩莉小姐。黃咩莉小姐啊，嘿，好叻㗎喎！佢一個中學嘅高材生，而且能歌善舞，喺學校啊成時得到冠軍㗎嚇。而家黃咩莉小姐咧就表演俾各位睇下，贊成唔贊成？贊成。洪叔，你打個球。好啊，我在學校內平時我幫忙，天生推介散學。那夜叫我完善你嘅內部，把識關心很知道。你因我常派分房，中班精神最高。真係好嘢，真係叻女，咩嚟嘅？真係不愧為一個歌后嘅千金，我哋大家恭祝佢飲杯。